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2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5篇，列王记上卷18章第1节到18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兴起罗卜。最近咱伫即个大港即个节期的中间，咱讲介济甲旧约有关的预言。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伫旧约的先知书所预言的救恩。上帝伫逐世代拢兴起伊的罗卜。早前可能借着即个先知、士师、祭司。搁较早的族长来带领以色列人，所要传达互因的旨意，带领所有的人民来跟对上帝的脚迹。虽然咱看见过去的犹太的传统的中间有先知学校，有门徒对先生即种的这师徒的制度。咱亲像伫耶稣基督的门徒，因嘛有共款，因要求耶稣爱甲别个先生共款，爱教因祈祷。当耶稣伫一个所在咧祈祷的时阵，祈祷完有一个门徒甲伊讲：“求主教导阮爱祈祷，亲像约翰教伊的门徒共款。”这是路加福音11章第1节。然后耶稣基督就教这个门徒要怎样祈祷，就是咱今仔所熟悉知影的主祷文。这是过去的传统啦吼。伫无共款的代志，就是亲像以利沙嘛要求伊的老师将伊的能力，将以利亚的能力加倍赏赐互伊，通好证明伊就是以利亚的接班人吼。即种有小可类似，亲像耶稣的学生爱耶稣教因祈祷共款，有一个迄个 symbol 吼，一个代表的物件。虽然这情形真类似，但是门徒先生要求一个证明家己是伊的门徒，即个伫耶稣的心上，甲伫以利亚的心上，其实有小可无共款的。所以以利亚回答以利沙的时阵，伊安尼就讲：你所求的恶德总是我受处离开你的时，你若看见我，就要得到；若无，就袂得到。这个意思就是讲，能力的加倍赏赐互伊是爱上帝的赏赐，毋是以利亚的权柄，这真清楚的吼。那照以利亚的话来了解检测，咱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吼。若是上帝允准你看我安怎被伊接去就天吼，那安尼你就是迄个上帝要兴起的罗卜啦吼。上帝当然自然就会赏赐你困难啦吼。服侍上帝的仆人是上帝所兴起的，毋是某一个人兴起的接班人。这个概念伫咱的信仰中间爱真清楚知影。虽然咱讲军队前辈啦、先生来学习啦，咱也无拄是上帝所兴起的罗卜。伫圣经中间上明显的例就是迄个先知，还是讲祭司以利的两个囝。虽然因的老爸拢就是上帝的仆人罗卜。搁伫圣殿咧服侍，因嘛自细汉就对因老爸学，但是因却伫圣殿内底做歹，互上帝来无欢喜，来得罪上帝。上帝兴起伊的罗卜，最主要是要来启示伊的救恩。先知是安尼，耶稣基督搁较是迄个救恩的实践。使徒行传第3章到第4章，咱看见着彼得的讲道，伊甲约翰因为伫圣殿的美门来医治一位生落来就歹骹的人，就轰动全耶路撒冷。
当彼得看到人真好奇的时阵，就开始传讲迄个国活的耶稣基督。伊提到，伊毋是凭家己的气力行即个奇事，是凭着上帝的仆人。即个得指的上帝的仆人，其实是咧讲上帝家己兴起的救恩耶稣基督。伊的国活的气力，互伊会当做即种的代志。彼得也责备当初是在场的犹太人，因无应该陷害耶稣基督。伊讲：若安尼朋友啊，我知恁甲恁的官长安尼对待耶稣是出于无知。上帝早已经正着先知预言基督要受苦，即个预言果然实现啦。彼得并且引用着摩西的话讲：主，恁的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来兴起一位先知，像伊兴起我共款。伊恁讲的话，恁拢着爱听叹。毋听叹先知的话人，上帝要对遮个百姓中间来甲因除灭。耶稣基督亲像旧约以色列人所尊重的以利亚共款，是上帝所兴起的先知，是上帝所兴起的奴仆。搁较无共款的，伊是上帝所赏赐唯一的救赎。亲像帖撒罗尼迦甲咱讲的，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伊讲你着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恁所定的旨意，是上帝借着伊的奴仆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所赏赐落来的救恩。上帝兴起的奴仆，咱必须爱接受，才会当得到救恩。现代人拢咧庆祝圣诞节，有的人称作耶诞节，有的人掠做圣诞老公公的生日。但是身为基督徒的咱有责任借着这的管道来互因知，即一天是上帝所兴起的奴仆，咱的救赎耶稣基督的生日，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伫阮的社区看到真侪的圣诞的布置，其中有几个我看了真感动的伊写 Happy Birthday Jesus， 搁有另外一个所在写讲 Rejoice Jesus Lord at your birth， 所以这互咱来倒转来真正的焦点，看见上帝所兴起的伊的奴仆，伊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2月1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5篇，列王纪上卷18章1到18节，以弗所书6章第10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兴起仆人。我们在最近的代降节的节期里面，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旧约的预言。那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是旧约先知书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这是一个连贯的。上帝在每一个世代呢，他都兴起了他的仆人、先知、士师、祭司、族长，让这些人来带领以色列人来传递上帝自己的旨意，带领这些上帝的子民来跟随他的脚踪。虽然我们看到犹太教的传统里面有先知学校，有门徒跟着夫子学习，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要求耶稣基督要如同别人一样教他们祷告。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1节的记载里面这样说道：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门徒对他说：主啊，求教导我们祷告，
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这是当时候的风气，不同的祷告的模式，代表他是不同的门派的或是夫子的学生。那我们另外再看的以利沙呢，他要求他的夫子以利亚，他说你要将那个能力呢加倍赐给我，好证明我就是你的接班人啊。这个事情虽然跟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他要求的有一点雷同都是门徒要向夫子要求一个证明他们是这个老师的学生门徒之外呢，但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呢，他回答以利沙的要求的时候，他这样说道，他说那是很难答应的要求，不过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你就会得着，否则你就得不着。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要求是需要上帝的赐予，不是以利亚的权柄范围。以利亚的话，或许我们可以转个方向来这样了解说，如果上帝呢允许你看见他怎么样接我升天的，那么你就是那一位上帝所兴起的仆人，他自然上帝就会赐给你能力。这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了服侍上帝的仆人其实是上帝所兴起的，不是某一个人所兴起的，或是我的学生怎样怎样，不是这样子即使是跟随的前辈学习，跟着夫子学习，也不见得是上帝兴起的仆人。或许是说，虽然是跟着人学习，但是要学习成为上帝所兴起的奴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旧约里面的祭司以利，他的2个儿子，他们的父亲是上帝兴起的仆人，可是他们2个不是。他们虽然从小在学习当中，可是在圣殿里面却为非作歹，得罪了上帝。上帝不兴起他们来服侍他，因为他们做坏了事情上帝兴起仆人就是要启示他的救恩仆人的目的是要启示上帝的救恩。先知是如此，耶稣基督不但是如此，更是救恩的实践。使徒行传的第3章第4章里面，我们看到了彼得的讲道。他与约翰从这个圣殿的美门出来的时候呢，医治了一位生来瘸腿的人，而当时候就轰动了耶路撒冷。彼得趁着人们很好奇的时候，来开始传讲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提到了一件事情，有点像以利亚的宣告。他说，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行奇事的，而是凭着上帝的仆人。那个上帝的仆人是上帝自己兴起的仆人，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彼得当然也同时责备了犹太人不应该陷害耶稣基督。他当场这么说，那么朋友们，我晓得你们跟你们的长官那样对耶稣是出于无知。上帝早已借着先知们预言基督必须受苦，这预言果然实现了。彼得并引用了摩西的话这样说，他说，主，你们的上帝要从你们同胞中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他兴起我一样，他向你们说的话，你们都要听从。不听从这位先知的话的人，要从上帝的子民中被除灭。耶稣基督就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人所尊崇的以利亚一样，他是上帝所兴起的这个先知，
是上帝兴起的仆人。比较特别不一样的是，他是上帝所赐下唯一的救赎。如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上帝借着他的仆人耶稣基督所定下的旨意，要赐给世人救恩，所以世人都要喜乐啊，要不住的祷告啊。他们所兴起的上帝所兴起的仆人，我们是必要接受的，才能得到救恩。现代人呢，我们看到处都在庆祝圣诞节啊。最近以前我的一个教会的学生po 了一个 Facebook 的话，他说很奇怪，我来这边看灯海，在这边庆祝圣诞节的，怎么有那么多的回教徒啊？大家都在庆祝，有人称圣诞节为耶诞节，有人误以为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责任透过各种管道，透过这些媒介，让他们知道这一天是上帝兴起的仆人的生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纪念日。我们的社区有很多的圣诞布置，那其中有几个布置让牧师感到非常的感动。布置上写的是 Happy Birthday Jesus， 另外一个呢，他写着 Rejoice Jesus Lord at your birth。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庆祝纪念上帝所兴起的仆人那一个救恩。